目前社会上普遍咧讲的双语，应该就是咧讲华语甲英语。不过，亲像咱台湾的 tennis 选手曾杰星，伫咧美国出世，伊自细汉就是讲英语甲台语。对伊来讲，这讲台语是比华语更加简单。时代今仔嘛特别邀请曾杰星来去到学校来演讲，分享伊长期伫咧国外生活，安怎找找家己的身份认同。 派一卡到有台湾的朋友行入台师大演讲厅准备演讲。台师大拜五特别邀请网球选手曾杰星分享伊伫美国出世，平常拢是讲英语和台语生活，长时间伫国外环境成长学网球，到行入职业选手的过程。就是要讲我的就是故事，我安那开始拍球，我伫美国大汉，我是安那生活，是有一寡即个 identity 啊，因为我是 台湾人，我嘛是美国人。自细汉，曾杰星的父母就和伊讲台语。虽然人伫国外，不过讲台语对伊来讲是真事上的代志。2017年，伊代表台湾参加世大运，摕到网球男子单打的金牌。接受采访的时，也用台语回答，让媒体感觉真特别。这个金牌是真正阿里泰拢在笑。 台师大台湾系讲授业表示，因为课程演讲的核心概念是台湾流行文化，课程以英语为主，带学生了解台湾文化，佮有文化认同。透过邀请伫国外成长的台湾人来分享，会当互相交流，讲家己的母语，或者是伫无共成长环境，安怎找到家己的身份认同。因为这种欢迎，其实就是咱台湾主流社会的欢迎。 嘿啊，这就是咱无应该安尼对待咱家己的语言，吼，所以邀请伊来嘛是要讲看嘛，就讲伊伫美国大汉，啊是安怎伊会对台湾遮尔有感情，对台湾遮尔有感情，啊所以伊的人生过程，除了是职业的运动员以外，伊是安怎去找出伊家己的本土的认同。 曾杰星表示，即马伊也有新的身份，就是新手爸爸。目前也拢含囡仔讲台语，对伊来讲，真做是台湾人讲台语，毋那是上自然的。伊希望一路陪伴伊成长的台语，会使继续传承予伊家己的囡仔，莫因为较少人讲，就渐渐流失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